状，我们根据这个形状来设计，比如说把它设计成冬笋的形状，有的设计成树桩的。那么做壶就不一样了，做壶是你根据你的设计画稿以后再来选材。根据题材，用各种各样的自己制作的这种刀雕刻。比如说我们在手工制作的时候，用镯子镯呢要有各种镯，有平刀，有圆刀，有尖刀，然后呢，它就是效果就不一样。表面的这些肌理是用平刀一丝丝的肌理刻出来，从头到尾的不能断气的，不能断裂的，一有断裂，它就是效果就没了。我们的砚和艺术壶都不打磨的，它就是保留着刀痕，让我们创作的题材所需要的些肌理保存下来，这是写实的一种手法。不是说所有的石头都能做的，有一些地方的石头不能做壶的。我们的壶主要的是两种，一种是端石，一个是磬石。广东肇庆的端石主要是宋坑与绿端，它适合我们做艺术壶的创作。还有呢，就是在安徽，我们找到了石头，它的强度最好，它在做壶的过程当中，使用过程当中不容易损坏。青石它的历史悠久的，是古代人最早做的乐器，敲上去声如青铜，颜色看上去像墨玉。要传承我们的海派写实石雕的技艺，我认为主要的是我们的精神所在的，就是天人合一，执着追求。如果没有这个精神，传承是很困难的。